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台湾的四面拢是海，海岸线有1200公里长，而且岛内的河川湖壁相当的密集，但是水域的发令限制真多。公部门强在因为安全的考量，无来开放，互民众真歹来亲近到水域。为了要让更较侪人会当安全来享受到水上的活动，有一阵对高木船甲对这个徛咧高船啊有趣味的朋友来成立到台湾开放水域的联盟，因来冲浪着体制，举办几啊场水上请愿的活动。经过几啊档的努力，政府的态度嘛慢慢有改变了。带你做伙来解开水域的封印，来认识到台湾美丽纳色的国土。水域姐姐，还我清水泉！水域姐姐，还我河海江湖！水域姐姐。马路如果出车祸的话，马路不会封路。那水路如果出这个水难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就会说那是一个危险水域，就把它封起来。好的行程，好的地点。对啊，环河渔民。没错，争取透过让更多的人来做这个河川的体验，能够了解到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水域环境呢尽一份责任，能够有一个比较正向的循环啦。漂亮！一下100。了解错楼含水涌之间，感受秋菊震动、往稳定的水域行，可当享受山内的自然景致。这是看新北到基隆四卡亭到八岛水域，不过想要欣赏沿路风景，落水进前线真无简单。停了就可以。老师，为什么你们刚刚本来在那边，现在要换点？因为这边就蛮陡的，对啊，感觉蛮危险的，从这边下可能会跌倒。这个路应该就是吊车了，重要20公斤的独木船，趟过比人更较悬的草坡，用真侪功夫，大家总算行来到岸边。我们的极限运动不在水里面，而是在从清水它的清水平台下到河里面，是最极限的运动。就是我们讲的，它的清水公园就只有营造岸上。戒严太多年之后哈，人民对于这个水环境的这个熟悉度比较差一点点了哈。就是大部分的成年人成长的过程当中，没什么机会接触这个水域环境。政府有个更积极的目的，就是说能够协助民众来了解我们的这个水域各个不同水域的它的特性它的变化、它的危险之处跟安全之处怎么样子能够让自己安全的接触这些水域。带队的李冠迪教练有20多年爬独木船的经验，伊含一天爱水上活动的朋友伴，成立台湾开放水域联盟，佮叫做开水联盟，宣扬解除水域所在限制，让愈侪人来遮耍水。这里是基隆河中下游段，从前是在地居民重要的水路之一。不过陆运发达之后，这里渐渐没落了。但是它的水流稳定，现今其实非常适合发展水上野气活动。河川宽快水流冰少，每一只独木船含各船啊，伫咧水面上的画面，为四卡亭到八岛84公里，有火车陪伴撩过河山水，可当清楚看到鸟空川流的地形景致。说我是狗，我比你们人还懂得享受。这样子吼，对啊，为什么大家都会带着 Q 奖一起来划船？因为人气老了，没人陪啊，船打好了，那就赶快跑上来了。哇！还是知道有好玩的。觉得这一段怎么样，娜娜姐？当然是绝世美景，但是垃圾。我们的政府、国家跟没有好好爱惜我们的水环境跟水自然跟水资源。我们从事这个运动的话，不仅仅是单纯是一个运动，它也是把我们人重新跟环境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工具了。所以我想说，透过让更多的人来做这个河川的体验。能够了解到，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水域环境呢尽一份责任。看到的，我觉得虽然是一样的
路段，可是你看到的风景，从水上跟从陆上看到其实是蛮不一样的。因为台湾其实河流啊、海岸线其实都蛮多的嘛，更多的机会可以去这样子去多去接触这样子。水域在台湾算是占了1半以上。如果说水上活动你不拓展它的话，那真很浪费的，把这么一块漂亮的国土浪费了1半。亲水设施当然是要更友善了政府要开始发展这个水上的活动，怎么样把它建设起来？那安全方面还有让人家可以亲近。不用，就船都递给我们就好，船递给他们。想要上花无码头，干来当爬墙围啊行4条路，不过因真甘愿，为了争取愈侪水球空间，联名成员甚至亲身挑战政府的禁令。其中有几场呢，就是有遭到这个地方的水域主管机关做裁罚的动作。对，目前的话就是累积起来应该是8万块左右的罚单啦。我们是觉得说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台湾还不进步的地方，因为我们所选择的那些水域基本上都是属于比较安全、值得推广观光的水域。在此从事水域武器活动者，将依《发展公安条例》第60条及裁罚标准第12条，函送主管机关，可处1万元以上至5万元以下罚款。台湾真侪水域容易当看到开水联名抗议影。2020年7月，7千潭清源活动后，花莲县府伫咧2021年3月底公告，有条件开放7千潭非动力海上活动。另外，宜兰的龙潭湖、含南湖，嘛拢是成员甲体制拼出来，才会当顺利伫咧遮办水上活动。我们现在的就是希望说，透过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水上的这个活动，能够提醒我们这些水域的主管机关，他们的法令、他们的这些政策，能够稍微做一些改变，跟上时代这样子。希望未来的话，能够真正的达到海洋国家的这种境界啦，就是说大家把这些水上活动呢，当作就是好像是河滨步道、骑脚踏车那么的普及。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公告跟这个规矩。市府的单位有来吗？还是有接洽或者什么？我不知道哦，我们只是参加的人。哦，对。主办单位有来吗？我还没看到。一讲开水联名来到台北市美堤码头，准备展另外一场抗争行动，是不到才拄一合，到警察来现场关心。这边是禁止划水或者是水上活动的吗？这个其实我也不太晓得，因为我们也不是主管单位，只是说长官要叫我们过来，就是维持秩序这样子。那我不晓得市政府的其他的那个权管单位是哪一些的，我也好像没看到的。就跟观船局还有体育局这边联系，他们都是说只有关渡水鸟保护区跟蓝色公路的主航道是不可以划船的。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只要靠近河边，就会有警察过来关切。对，那换言之就是说，其实这等于是2手策略啊，就等于是主管机关会说，我们并没有禁止你下水，但是其实在岸上这个部分是布满了重重的这些阻碍。你们先把船放着，让人跨过来，然后再把船拉过来，我们再接。根据水域游乐活动管理办法，伫咧合法的水域摆动物船、各船啊，若是穿救生衣，得当送水。不过一般民众无权使用观光船专用码头，想要去码头，爱搁下过护栏，2个人斗3公才当领动物船。现场的规划对民众来讲真无便利。我去年才回来台湾，所以在台湾我不知道有这么多问题。回来以后想要玩水才知道，发现说到处都不能下水，不能上岸。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全世界没有看到第二个国家像台湾这样子。危险是看你怎么在大自然里面面对大自然，你的态度决定你安不安全。应该是要让人学习怎么样在大自然里面保护自己，那不要避免危险，不是说让你不要去。所以台湾是一个陆风型的孔水镇国家。耶，好棒哦！基隆河台北市大高端，河川的水势真稳定，正做水上运动的时行水域。民众希望河川若是有更加完善的管理人员急救设备，来省水的人得愈多。没错，争取开放啊，对啊。
政府的那个作为太消极了啦，就是出事情就禁止嘛。那这样大家都这么好的自然资源都不能用，我觉得很可惜。应该是要就是在教育方面再多加的，就是教导整个国民的整体的，就是对这些安全的认知。后面是有什么标语吗？背后背着什么？还河于民，还河于民怎么说？这是开放水域联盟一直以来的诉求。安全就是其实应该从小就要开始，就是说我们出来不要就是说不能这个不能这个，应该是说鼓励大家都出来做，对不对？但是你要自己对自己的安全负责。2019年11月，立法院通过海洋基本法，继当年提出国家海洋政策白皮书，不过法典管控条例、水域游乐管理办法所授权地方管理水域。各县市政府用安全的理由，让禁水生水的公告愈来愈多。水深危险，禁止戏水是针对不会游泳的人。其实对于像我们这种从事水上活动的玩家来讲，我们穿的救生衣其实安全性是很高的。地方政府它因为某些踏浪戏水的游客，不按水性的游客不小心溺水之后，就把那些地方都列为危险水域，进而公告那边的水域都禁止进行水上活动。我觉得这个我们是受到池鱼之殃啦。台湾是海岛国家嘛，所以应该有很多水上活动是可以开放让我们体验的。安全措施做好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安全的水上活动，是要鼓励大家多多参加。我们从小就会灌输说水很危险嘛，不要下去嘛，所以相对的政府也都习惯把一些河流啊限制了很多动作，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开放，让大家知道说河是为什么危险，然后了解危险以后，就可以多多参与水上活动。全程都还是要穿救生衣，全程直到你上岸结束要回去了，你再把救生衣脱下来。原则是全面开放，例外才会禁止，所以只要原则上我们不希望民众来跟我们申请。如果你要使用到岸边的这个码头，或者是你需要有一些闸门是管制的哈，那你就可以通知我们这些管理单位及这些服务，我想都会主动告知我们，我们一定会做最好的服务。还我大直码头，大家共享。还我大直码头，铁门打开。在地桥卡码头，平常时让白龙船的选手专用，不是训练的时间，地围铁网盖锁起来。人岸边的设备，这款单位包括体育局都有5个以上。民众若要使用，敢找主管机关是无效的，直到经过真侪摆沟通，体育局才个限制放令。前2个礼拜过来的时候，结果也遇到保全来赶我们，而且当时这个铁门还是关起来的，不准我们从这边上。结果我们的同好被迫要从水泥斜坡道上，结果也真的有人跌倒，所以我们才决定说来这边做今天的这一场请愿。我们上次来就锁上的，而且还有保全守在这里，对，还有保全守在这里，准上来。对，他要求你要申请，那我们今天也没有申请啊，对吧？这个我也搞不太懂，对啊。但今天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开了。对啊，今天就有善意回应。如果民众有使用我们大直桥下码头，我们原则上是开放的，但是希望就是说民众可以告知我们他要使用的码头的时段跟活动的性质，那必利于我们去针对活动跟训练之间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调配，避免彼此互相干扰。那我们的书面也不一定要用正式公文，只要一个书面可以传真或者是邮寄到我们体育局，我们就会受理，会主动跟这个民众来做一个联系。高雄市爱河过去生水限制真多，若爱事先申请，爱去付码头的使用费。2020年11月正式解禁，即马若是穿好救生设备，伫咧岸边扫描手机写资料，会当算水上活动。你今天要降低风险的方式，其实你应该是让这边整个活络起来，让很多人来这边玩水。你一玩水，你整个经济带动起来了，就可以回到那种积极的那种循环，你就可以开始装监视器，因为你有钱了，你可以开始培养救生员了。对，其实这个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正向的循环就是一直做不起来。想要做一个正港的海洋国家，政府爱放零生水限制，强化清水环境。
互台湾美丽若是国土袂阁真做水龙啊，阿民众嘛要培养正确的安全观念，才会当好好耍水上活动。